请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一个气爆意外发生伫个彰化。透早6点外，彰化的田尾有一间饮料店熊所发生气爆，轰一路到大声，这个铁门啊、甲阿鲁米汤拢总崩甲害了，天崩嘛落落来。加在当时饮料店的头家伫楼顶咧困，无因为安尼来受伤。也不过呢，这威力遮强的气爆，连隔壁的住户这个塔门玻璃拢总破了。下晝6點20分，飲料店櫃台附近熊爆炸，有火球走出來，天棚規個飄落來，鐵門嘛規個叫崩甲飛出去。店內底的工具散落落伫咧塗骹，放伫咧櫃台衛生紙，擱伫咧燒。頭家當時伫咧樓頂咧困，票真大聲聲音，驚到精神。一日已經開始咧爆了嘛，是安那？袂，家己伫樓頂嘛帶一條。這大聲啊，規個電燈的啊！飲料店的櫃台扣崩甲真亂，後壁門的阿魯米桶啊，嘛扣崩甲飛去風火巷，含出面隔壁的桶門，嘛扣整個碎去。1到3樓玻璃都破掉。我們嚇一大跳。有啊，就嘣一聲很大聲。感謝家屬10樓引起爆炸，業者嘛唔敢確定。只有這一桶而已。啊，有沒有損失？我是有沒有損失？沒有，好重啊。實際的狀況可能還要經過我們火調的情形來做一個確認。為監視去看，爆炸所在是伫咧頭前櫃台附近，後壁灶骹較無受到影響。加速桶的所在嘛是伫咧灶骹，爆炸原因嘛會繼續調查。啊，這件意外加在無人受傷。